跟咱的张凤新刚才有来嘛哈？有赶上吗？来啊呗，啊没来了。对哈，那么来，当我嘞，一人担当2个角色，哈，2个角色的哈。来，阿信大哥敢多几首台语歌曲呢？风铃声，来，听歌破棚啊，最欢迎，掌声鼓励，掌声的欢迎。谢谢旭慧阿斌，谢谢阿信哥。谢谢大波这首歌，谢谢大家。风铃声，将梦打散，剩孤单。心爱不免惊，我的情伫这，等你醒来难相活。6000年已经3650家，幸福两字的当写完一世人。有情的海角，愿意予我大，我就是你的靠山。无限的天涯，愿意算风看，温柔是你的背影。风铃声，又震动阮心情。点点看，微微笑，你想啥？一生跟你行，听你若是命，牵手是咱的命。谢谢。风铃声，将梦打散，剩孤单。心爱不免惊，我的情伫这，等你醒来难相活。6000年已经3650家。幸福两字的当写完一世人。有情的海角，愿意予我大，我就是你的靠山。无限的天涯，愿意算风看，温柔是你的背影。风铃声，又震动阮心情。点点看，微微笑，你想啥？一生跟你行，听你若是命，牵手是咱的命。有情的海角，愿意予我大，我就是你的靠山。无限的天涯，愿意算风看，温柔是你的背影。风铃声又震动阮心情。点点看，微微笑，你想啥？一生跟你行，听你若是命，牵手是咱的命。谢谢。掌声鼓
鼓励。风铃声，阿信哥吼，真正嘞！哎呀，今天叫人办婚教，对，艾琳和艾琳娜办婚教。因为今天又下雨又周末，所以他开车来不及了。真正，真的嘞！当然我今天也塞了先点外钟嘞，所以讲我到真正讲较早的时候有可能提早。艾琳娜厉害哟，哦，安尼哦，这个临时演员的啦。对，所以不太熟，因为被他吓一跳了。没有啊，不错呢，唱得袂歹啊。是啊。我都想要甲讲一句，后摆然后咧在个表演的时阵有无？那么当我呢就是安尼啊。可以做一条衫来穿，好不好？那一半这边唱杂波，这边唱杂波。大陆现在很流行这个。哦，对呀，哎，包括好像韩国也很流行呢，基本就流行这样的哈。那变脸已经不流行了，基本流行安那一边这样的，一边男的，一边女的呢，双声带呢，还不错啦，还不错的话，哎，下次有机会，那边你可能够有机会啊，有，那边可能够有机会。他等一下应该快搞啊啦，你们快搞啊哈，真的还是要跟他讲一下，对，弹弓呢，这路上还是要小心，比较安全。安全较重要，不要紧啊！你讲，这小心一点比较重要点哈。是，安全是最重要的。对哈，谢谢我们阿信哥，常常给我们拍波啊鼓励的哈。是啊，我都是袂赴给你拍波啊鼓励啦。是啊，来，感恩整个好朋友的感恩啊，这个。谢谢五哥还有那个肖大哥来现场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，感谢我们阿信哥，来再次掌声的鼓励，谢谢。海苔娱乐网络电视台。